喂，高比仔，你問下佢而家知唔知你想點？暫時頭車係 Kobe， 頭車係 Kobe， 二車係比利，三車係安西，跟住 Round Zero PDC。頭車係紅車，黃色頭，紅色起車下。個人快圈，思路12.29秒。好，過咗2分鐘，暫時排位係Kobe第一，思豪第二，比利第三。個人快圈，高比仔11.919秒。個人快圈，雪梨11.808秒。個人快圈，思豪12.079秒。個人快圈，亞視12.195秒。直路中啊，小心有巨人啊，小心。個人快圈，比利揚12.774秒。個人快圈，雪梨11.748秒。好，暫時都仲係 Kobe 頭車，思豪二車，比利三車。比利上咗第2啦已經，咁 Round 上第3。個人快圈，高比仔11.778秒。個人快圈，華夫12.289秒。個人快圈，高比仔11.742秒。快圈，11.648秒。哇！之前彈咗上第2啦。快圈叔，好啦，繼續第3。教練11.289秒。個人快圈，仲有4分鐘。11.615秒。而家講下成日轉啦，2、3位，一頭位都仍然係 Kobe， 2位係 Sydney， 3車係安西。呢個好打人啊！最快圈速，高比仔11.215秒。喂，走一走。喂，前面啊！我自己走一走啊！仲有3分鐘。最快圈速，安西教練11.125秒。安西彈咗上第2啦，高比仔到第1嘅，第3係Sydney，第4 Round。
Zero 比利呢啲。係咯，流圈啊！可能係流圈。個人快圈橫寬11.917秒。仲有2分鐘，暫時仲係 Kobe onside ship Ralph Zero 比利呢啲。哇！之前上咗第2啊！2、3、4圍都好似。最後1分鐘。friend 嚟啊嘛，後車1係 Kobe， 2車係安西，3車6。20 Sigmund Harvard Final。最後10秒。脫離完成。高比仔完成。阿樹完成。安西教練完成。比賽結束。車手一高比仔37.8分10.191秒。